来看台南这件，这是怨叹后生，拢咧无闲做课，拢无来斗照顾老母亲。这个做老爸对后生真不满，转甲后生趁钱用的游览车放火烧掉，随后到消防分队去投案，感叹讲饲后生无采工，可见这个长照的压力，应用互家庭陷入到真大负担。 其实会当向长照单位申请休喘的服务，避免发生着遗憾的代志。半暝2点外，伫台南市这位所在乌烟一直清，原来是火烧车。这边焚烧了。警消接到报案了，马上来到台南观海桥附近这位空地啊，用点外钟的时间才将火拍花。 这游览车上烧到乌麻麻，想要到放火烧车，竟然就是车主的老爸。伊赶汽油桶来到车头前泼油，煞来点火烧车。嫌犯作案了，佮赶着酒干仔来到消防分队投案。伊那啉来咧投讲，伊怨叹食老饲囝无路用，原来是后生都无闲做头路，我都到照顾破病的老母亲，我老爸不清不楚，才会放火烧车。孝亲照顾的问题与儿子发生争吵，因为心情不佳。 因而衍生酒后纵火。台湾的看护一天要2400-700万块，对我们来说经济是个负担。其实台湾中照家庭嘛袂少，若是有需要，会当来到政府的中照单位申请援助。照顾服务员可以让家属休息，那他到家里去提供一些照顾。那这个也是分成半天或者是1天。这个服务补助的一个金额呢，民众也是自付16%，那中低呢是5%。安尼当减轻中照家庭的负担，互需要照顾的人会当得到专业的服务，厝内底的人嘛会当好好休困，改善生活的品质。